手把手，祷告手。我现在正在等剪头发跟染头发。对，你有没有看到音乐牧师在复活节那一天跟钟贤哥录的影片当中，钟贤哥最不满意的就是看到我的白头发。那么你会说，圣经中不是说我们不要以外在的编头发、戴首饰还有美衣来当做装饰吗？而是应该要以内心长久的温柔为神所看重的吗？对，但我们人就是这么有限哦。本来钟贤哥不喜欢我染头发，但是他生病之后，有一天看到我的白头发，非常生气，说怎么会这么老？所以人很奇妙的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分享一件事情，在过去里面你曾经有过的经验，就是一直为着外在我要穿什么我要戴什么我好像在为外在在努力那后来结果如何呢？然后我们也分享一件代祷的事情，我是不是正在为什么事情、外在的事情在烦恼跟担心呢？好不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呢？To continue，你的去。